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搁再伫这个主日伫遮见面，咱伫遮借着上帝的话语彼此勉励，借着圣灵的帮助，互咱将神的话恩言放伫咱的心中，伫苦难当中，成做咱的快乐，成做咱的安慰。现在感谢主，疫情虽然有悬，但是毋是真厉害，所以咱仍然着小心，也继续为着四周围的国家所在，继续为恁祈祷，因可能也是伫这个灾难当中拄着问题，求主来安慰，求主帮助恁。咱继续为着怀身躯软弱的兄弟姊妹祈祷，互因伫这个困难当中得到上帝的供应，无论伫物质上、伫属灵上，拢得到上帝的帮助。互因心中有主的平安，虽然有苦难，但是咱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世界。咱靠着主的恩典，仍然有法人得胜。感谢主的恩典，咱也是要为着咱教会的工作来祈祷。咱的主日学，咱的成年的崇拜，这个国语的崇拜，盼望早日恢复正常。咱也为着怀伫生理场的人来祈祷。最近可能这个经济问题，这个物质较缺欠，可能对因的生理有这个打击，求上帝来帮助恁，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继续来向前进，求主甲恁同在。咱这个时三甲阿头来祈祷。全能的百姓，听阮的主啊！我在即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保罗你的圣名。你是全宇宙独一的真神，天地万物是你所造，阮人也是你所造，是你所听。当阮伫罪恶当中，你找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阮，救阮人，我人信靠耶稣的救恩，阮得到永远的生命，有将来永远的盼望。虽然阮暂时来徛起伫这个世上，这个世上也充满着各种的灾难、各种的问题，但是阮信主的人有这个活口。就是活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也安慰阮，阮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上帝要伫无论什么环境，要帮助阮，伊无离开阮，伊是以马内利。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头前，求主你借着宝贝话语来提醒阮，来警戒阮，来帮助阮，好叫阮属灵的生命常常有主的话语，成做阮属灵的粮食，帮助阮属灵的生命长大强壮，来伫这个世上来过这十字架的道路，来荣耀主你的生命。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主为我守。
各位兄弟姊妹，咱即礼拜讲道的题目是着听你的受敌，听你的受敌 ，Love your enemies。各位兄弟姊妹，伫你一生当中啊，你有受敌啊无啊？你的受敌怎样对待你啊？你怎样对待受敌啊？你心中若有受敌，你会感觉怎样啊？是毋是有真痛，内心真痛苦，袂得到平安？因为对方常常用敌对的态度、言语，还是做一件什么代志，互你伤心难过。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你要怎样来过你的日子啊？我相信你心中有受敌的时阵，你的日子真恶过，因为迄个伤痛伫你的内心。可能这受敌毋是杀父的这受敌，可能伫你的四周围。伫你的工作顶面，伫学校顶面，或者伫可能有伫教会内面，或者伫你的家庭内面，可能有一件什么误会代志，就诚做你的受敌。可能就一句话讲无好势，无清楚，就诚做你的受敌。那当即款的误会、即款的受敌伫咱的心内时阵，我相信，咱的心中真无平安，困无好势，食无好势。咱想你心中有一支刺，常常插伫你的内面，真难受。求主帮助咱。咱现在是神的行人，咱活伫这个世上，当咱有受敌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应付呢？求主圣灵来带领帮助，借着伊宝贝话语来帮助咱怎样来度过这个难关，来赢过受敌。赢过受敌，毋是说将伊拍倒，互伊失败，乃是要转敌为友，转。将这个敌人的身份，诚做咱的好朋友，可能也是诚做耶稣的好朋友。所以求主帮助咱。咱看圣经怎样教示咱？咱对耶稣所讲的这段教训啊，有啥物启示？伊叫咱着怎样做呢？头一点，安尼讲诶，就是迄个爱，是神国度内面最得大的律法。爱是神国度内面最得大的律法。咱来对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31节。21节，31节这段话语，27节安尼讲，只是我甲恁在听道的人，恁会受敌，着听因。恨你的，就对伊好。28节，咒詛你的，就为因祝福；侮辱你的，就为因祈祷。有人拍你这边的面，连迄边的面也由伊拍。
有人夺你的外衫，连内衫也互伊摕去。凡求你的，就互因。有人夺你的物件去，毋通搁再讨倒来。恁愿意人怎样对待恁，恁也着怎样对待人。那么这段话语啊，圣经讲说，只是我甲恁跩听到的人，这个听到的人是指啥啊呢？跩话耶稣所讲的跩话，这听到的人是指到什么一款的人呢？就是跩人听到的人，就是神接受上帝国度一做价值观的人。所以听到的人是已经接受上帝国度内面有价值观的人，向因讲的。那么上帝的国神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伫第6章20节到23节，就是路加福音第6章第20节开始到23节这段话20节是安尼讲：耶稣甲目看到门徒讲，恁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恁的；恁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恁要得到饱足；恁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恁要得到喜笑。22节，人为人子就是耶稣，分恶恁的，拒绝恁的，辱骂恁的，弃掉恁的名的，以为是歹的，恁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伫当迄一日，恁要欢喜要跳跃，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恁的祖宗对待先知也是安尼。这几节圣经在内面是称呼做赐福，也是就是接受上帝国度的价值观。这赐福就是咱的价值观。头一福20节讲什么呢？伊讲恁贫穷的人有福气了，恁贫穷的人有福气了。贫穷即个是指到物质上、甲属灵上贫穷。人若伫贫穷当中无论是心灵还是物质上，咱才无会挖苦家己，咱才会挖苦上帝。咱的信心是绝对的仰望上帝的帮助，所以这款伫贫穷的人有福气了，因有一个挖苦，因为伊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丰富的，是荣耀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是恁的咯。咱地顶的国度是会歹的，会改变的；咱属天的国度是丰富的、富足的，袂改变的，那是荣耀的、光明的，有绝对永远的盼望的。所以贫穷，咱伫上帝国度内面就真做富足。所以才甲你讲，恁跩有上帝的国度的跩价值观的人毋通看伫即个世间的跩贫穷，或者是跩是财富，跩物件拢要过去。咱信主的人有上帝的国度，是真做咱的产业啦。这个是最第一宝贵的。你失去了全世界，来丧失了生命，来
咱趁伫全世界来失去了生命，有啥物益处呢？咱就是失去了全世界，但是咱仍然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国度，咱就免惊，因为上帝国度是永远的，是丰富的，是无穷无尽的，是荣耀的。第二个福是啥物啊？伊说恁饥饿的人有福了。饥饿是腹肚枵，或者是属灵的饥饿，有福气咯。因为咱伫神的国度内面啊，要得到饱足、满足。感谢主。第三个福是啥物呢？伊讲恁哀哭的人有福气咯，因为恁要得到喜笑，喜笑就是快乐。一个人会喜笑，是代表伊会快乐。咱现在伫世间啊，有哀哭，有伤心，可能别人骗咱的物件，骗咱的钱财，咱艰苦心，咱哀哭，因为咱丧失了这财物咯。毋通为着这财物啊，这身外之物来哀哭，也痛不欲生啊！毋是，咱哀哭。咱人太过叫消极，因为干来伊上帝说咱有福咯，因为恁要得到喜笑，将来上帝要互咱的喜乐，有上帝的同在，咱就有喜乐；有上帝的保证，咱就有喜乐。所以咱底下要喜笑。第四，伊说人若为着耶稣的工作，还是为着耶稣的缘故，讨人欺负。讨人愤恶，讨人拒绝，讨人辱骂，讨人弃绝咯，咱是有福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恁伫天顶的赏赐大的。当迄一日的时阵，恁要欢喜，恁要跳跃一伫遐噗噗跳，欢喜噗噗跳，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感谢主的恩典，这就是咱天国的价值观啊！咱世界的跩认为是有价值的哦，一日拢要无去了，要丧失去了亲像云彩下一会飞去，无影无踪。所以，咱信主的人啊，是有福气的，但是咱的福气，毋是伫这个地上，是将来的国度内面啊。伫这段圣经内面哦，有个人讲啊，耶稣所讲的这话哦，较咱亲像伫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啊。什么是登山部分啊？就是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内面，耶稣所讲的这个道理，因为伫迄搭圣经讲耶稣叫做门徒啊，有真侪人耶稣看见真侪人群地，耶稣就爬去山顶就上了山。既然大家人坐落来，门徒就到耶稣面头前来，耶稣就开嘴教训因。所以在圣经内面讲，因就上了山，爬一个山坡咧，因就坐落来，耶稣就伫遐讲这个登山部分。所以咱称呼这段圣经叫做登山部分。那么即阵伫路加福音第6章这段圣经呢，咱称呼伊边对部分。为什么叫做边对的部分呢？圣经是讲安尼像耶稣甲因落了山伫路加第6章第17节安尼讲，耶稣甲因门徒落了山，咱们是马太是讲上了山，这个是落了山徛伫边对的顶面，甲伊三甲徛伫遐的人。有真侪门徒又阁有真
真侪百姓对犹太全地、对耶路撒冷来的，有对推罗西顿海边迄个所在来听耶稣讲道，并且望耶稣医好因的病。所以这段圣经啊，讲到伫病地，所以圣经学者称呼耶稣伫这段话内面的解释叫做病地的部分。条马太福音虽然有相同的所在，但是呢，因为耶稣伫遮讲较有系统的毋是东曲西曲，即个耶稣有用马太福音的一句话伫即个所在但是即个所在所讲的叫马太福音，迄个所在有无相之处。咱今仔日咱讲，凡若是接受上帝的国度的价值观的人就应该遵守神国度的律法凡是遵守神国度律法的人，才是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是听神的话语，听神的律法。门徒若是真真正正承认家己有迄个价值观的就是怀贫穷的人有福咯就是怀巴足的就是怀饥饿的有福咯，哀哭的人有福咯，怀讨人分恶拒绝的怀人有福气啦。为着主的名，讨人分恶拒绝辱骂的人有福气咯。所以咱才有天国有价值观的人就是着尊敬神的律法。那么神的百姓既然白白来得到上帝、得到天父的接纳供应咱一切所需要，并且来安慰咱心灵在伤心的人，就应该着将上帝的疼甲恩典就白白的来分享出去。咱毋是知影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典，咱去藏咧，无要毋分享出去，安尼毋对啊！上帝甲咱讲，咱着分享出去因着你着到上帝要找咱到真侪所在去，到万国去传福音，将人将福音传讨因，叫因接受主受浸，然后将上帝所驾驶来驾驶因尊行，这个就是上帝的大使命。所以咱毋是单单得到上帝白白的恩典就靠咧内面无分享出来，安尼就毋对咯。咱着分享，讨什么人呢？包括怀分恶你的、怀拒绝你的、怀骂你的人无听你的人，甲你为敌的人，咱着叫因分享上帝的听。因为神的国度最第一大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爱。上帝的国度内面最第一大的律法就是爱。伫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到40节即搭讲，伊讲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伊讲先生夫子律法顶面的诫命倒了一条是最第一大的呢？耶稣就回答因讲：你着真心、真性、真意来听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第一，而且是最第一大的。其次呢，相逢就是听人亲像听家己一样，爱人如己，就是听别人亲像听家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当中甲先知教训的道理的总纲，就是真重要的。简洁起来一理就是听，分做两方面的听。听上帝，甲听人，听人亲像听家己。那么这个听内面就无分伫内面
若有恨，就需要解决；你若有受着，就需要解决。因为受着就是包含有恨伫内面来受恨。那受恨伫人的心中是袂快乐，有受恨伫内面呢，亲像什么啊？咧刑罚一样，真痛苦。咱就解决。世间人对待这个咱对待受着的方法是什么呢？也是着用爱来对待。有诶古早时咱来看小说也是有诶连续剧，咱有受着解决的方法就干啦，将伊拍死。圣经是讲安尼嘛？咱有受着，就甲伊拍死，就甲伊解决。解决就是将伊消灭。世间充满了仇恨，一个国家要消灭迄其他所仇恨的国家，要甲伊消灭，毋推起来，干哪只？因为有仇恨。可能也是怨妒，有真侪在问题，但是伫上帝的内面啊，要对待敌人最的友好的方法就是爱。第二，得胜仇恨的方法是什么呢？也是着用爱，赢过家己。咱的心中若是有仇恨，咱真艰苦赢过家己，得胜家己这个仇恨的心，得用什么啊？用上帝的爱。既然上帝爱咱，咱也着爱家己，着爱别人。这就是爱的力量。你毋知捌听到一个见证，伫差不多50-60年前。有一个宣道队到南美洲一个所在叫伊瓜多尔，伊个带领人是个叫做伊略特维修，伊是带领宣道宣教士去南美洲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雨林就是树林内面去传福音。向什么人传福音呢？向一族叫做奥卡斯的这个少数民族。因到迄个所在传福音是做这土迄搭的人迄搭少数民族的人，用这个长矛，就是长的枪尖的可以插死，去传福音，所牺牲。因的生命，5个人就死伫迄个所在。这个人听到真互人真伤心，也是真互人感动的一项代志。这5个人牺牲，因厝内伫美国的这个所在，因的妻子、因的太太，甲因的囝儿，甲伊的亲人，就后来就组织一个宣道队，因无惊危险，无惊去互人拍死，无惊去迄搭的人反对，反在要去迄个所在做啥物呢？是去报仇嘛？毋是，要将爱带到迄个所在，继续向迄搭的少数民族迄个野人传福音。最后呢？伊迄个酋长就是迄搭的领袖信主耶稣，做伊的救主，而且诚做传道人。后来迄个所在真侪人信主得救了，信了主耶稣。因同款也有上帝的爱伫内面，因也有法通将上帝爱去传托别人。所以要用什么方法要来对待受敌、对待这个恨呢？就是用爱，爱互人想袂到的一款的力量，即种赢过受敌的爱，赢过受恨，将冤仇
敌人变做朋友，将恨变做爱。所以爱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圣经甲咱毋通用仇恨对待仇恨。世间人的方法是啥物呢？真可怕！世间人的方法就是叫咱着干哪呢？叫咱用无好的手段去对待咱的敌人。为什么上帝叫咱着用爱去对待咱的仇敌呢？因为咱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咱的救赎主，咱的天父本身伊的性情就是爱，爱的源头就是上帝。约翰福音1:4-8节，安尼讲：无有听心的，就毋认捌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约翰福音3:16节头一句就安尼讲：神爱世人，神听咱世间的人。因为有迄个爱伫当中，世间人才得到救。有迄个爱伫迄个当中，歹人变做好人，灭亡变做永生。有爱带来光明，带来荣耀，带来永远的盼望、永生。感谢主！神的百姓本来是袂晓咧听人的。咱人的天性就是罪恶的天性，是靠着咱的肉体，按着咱的内心。是无用稳，无愿意存留迄个受敌伫咱的内面呢，袂晓听。咱听别人，会晓听人，那是因为神先听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表明他的爱，我们眼睛看到，我们感受到，我们心里面受感动，咱受感动，咱才会晓学习上帝的爱，学习主耶稣牺牲的爱，阿嘎佩的爱。因为爱是上帝的本性。圣经讲，路加6:36节安尼讲：你们要慈悲，恁着慈悲，亲像恁的天父慈悲一样。咱袂晓慈悲啊，要向上学习慈悲啊。因为世间人无迄个慈悲，缺欠迄个慈悲。圣经甲咱讲，主耶稣甲咱讲，恁着慈悲，着学习慈悲。向上学习像恁的天父慈悲一样。咱学习爱的对象就是学习神的爱。当咱世间人也搁伫罪恶当中，神就爱咱了。为着咱找伊的独生子，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神的疼就伫遮显明出来了。显明神的疼，毋是咱可爱。那是咱无可爱，上帝才爱咱。咱普通世间人是安尼，哇，这个人真古锥，真好看，真水，真可爱，所以咱去爱。这个人对我真好所以我爱。因为伊爱我，我才有爱；伊若无爱我，我为什么要爱呢？人就是安尼软弱。但是上帝爱是咱人无可爱，也伫罪恶的当中，上帝就疼咱，借着耶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上帝爱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上帝爱咱伊的百姓，就去听咱的仇敌
并毋是咱的受着配得人去听的，并毋是咱的受着可爱，咱才去爱。就是因为无可爱，有真侪罪过，真侪软弱，上帝才叫咱用迄个真真正正的爱去爱。有了咱的上帝，是因为有迄个爱，所以伊才会爱怀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上帝本身有迄个爱伫伊的内面，才有法人听怀作恶的人、受恨的人。满心羞愤、暗赞污秽，上帝听这款的人。保罗是一个敌对耶稣的人，到底去掠害基督徒，掠去全家，掠去害死。上帝听，用听来感化保罗。最后，保罗是诚做传福音的使徒，诚做一个爱的桥梁，将上帝甲人联合做一个，这就是爱。主耶稣对用7方面用7方面来描述什么呢？描述7种的爱。描述了这款的爱是什么？伊叫咱着讲说，爱你的受着。第二，讲善待恨你的人，就好对待怀恨你的人。咱普通人真艰苦接受，伊都恨我，为什么我要对伊好呢？要怎样善待怀恨我的人呢？咱做袂到，上帝说，你着去善待怀恨你的人。第三，咒诅你的人，着为伊祝福；来欺负你、侮辱你的人，着为因祈祷。第五，对咱歹的人，咱毋通报仇报复。但是咱真想报复伊对我歹，我是要报复伊。伊拍我一支喙齿，我是要拍伊一支喙齿。伊讲我青目睭乌青，我是要青伊拍伊一蕊目睭乌青。世间人是安尼，旧约的是安尼。说落去，第六项毋通偿还人，别人甲你借钱欠你的钱，毋通想要对伊倒还你。咱现在社会顶面真艰苦接受这一点啊！我若有跩钱，你甲我借，你应该着还我好借就好还，搁再借就不难。你若甲我借，那毋还，搁再借。就真难咯，真艰苦咯。所以圣经甲咱讲，咱人艰苦接受的。那别人甲你借钱摕你的物件你毋通拍算要还我。我的册橱内面我家己的图书馆内面有真侪我宝贝的册。有人甲我借册尤牧师我甲你借一本册好，你摕去已经几十年了，迄本册无还来，没有回头那本书，下摆要借，我要搁借伊无？我还在借伊，为什么耶稣叫我说，毋能够想要倒还你咯？咱是安尼想但是迄个借册的人得有良心啊！伊甲你借册，是要还你也无还上帝要对付伊啊！第七，就听人亲像听家己，爱人如己，这是听的描述讲到什么就是听。你有受着无哇，真侪人讲说，
啊，我都无受敌啊，我无杀父之仇，我没有杀父之仇，杀父母之仇，我无受敌。啊，别人无共我借钱，啊，我也无受敌，因为我无钱，人唔敢共我借钱，啊。但是咱伫生活顶面吼，是毋是也有受敌呢？这受敌可能是你厝内的人，你家庭的人，可能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妻子。不讲你一句较歹听的话，你就将伊当作受敌，永远袂赦免你。可能这个人就是你的受敌咯，或者是你的兄弟，做一项代志你无欢喜的，还是常常讲你的歹话，可能这个就是你的受敌咯。伫学堂内、学校内，伫你的公司当中，可能你的同事捌伫人的后面，伫你的背后讲你的坏话，讲你的歹话，啊，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受敌咯。哦，或者无意中讲一句你无顶你听的话，你是将伊当作受敌咯。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哦，可能有真侪受敌。有的人啊，我说一生我袂原谅你了。哎哟，耶稣听到会艰苦心。咱想唛，咱伫这个生活当中，是毋是有一个受敌？咱无去原谅伊，没有饶恕他，也更没有去爱他。那要怎样呢？咱是毋是上帝的囝儿？是毋是天国价值观的人？所以世间顶的人啊，因要怎样对待受敌啊？咱应该要怎样受敌？对付受敌啊？世间人对待受敌啊的态度是啥物啊？世间人对待受敌的态度就是有仇必报，有仇必报。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君子报仇10年未晚。啊，小人报仇对早到暗。还有什么？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啊，以血还血，以剑还敌，啊，报敌，用宝剑来对待你的敌人，以怨报恨，以怨报恨，以牙还牙，以目还目。世间人对待受敌就是这款的态度，因为对顶的角度啊，就是什么啊？有恩就报恩，有仇就报仇。普通人的反应，以咒詛还咒詛。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你咒詛我歹，我会咒詛你歹。以凌辱对付怀侮辱你的人，所以这就是世间人对受敌的态度。啊，上帝国度当中的律法，叫咱着怎样呢？圣经讲，耶稣讲，是恁会受敌，着疼因；恨你的，着对待因好。这句哦，真侪人无法通接受啊！特别是迄敌人来侵略你的国家的时阵啊，拍死真侪人啊！啊！咱会真会说报仇，报仇，报仇。你若无报仇哦，你就是无民族的气节，哈！你是卖国贼，你应该着报仇。但是呢，听受敌，真正是得胜受敌的方法。因爱，才有法人真正改变，才有真正有法人
得胜受敌，一个真好的方法。因为圣经安尼讲，你的受敌，你要赢过你的受敌的方法，圣经安尼讲，你的受敌若枵咯，你就互伊食饭，互伊饭食；若喙焦咯，就互伊水啉，吼。因为你若安尼做吼，亲像将迄个虾炭哦揢伫伊的头壳顶，哈，耶和华也要报答恁，要报赏恁。什么意思啊？虾炭揢咧头壳顶，可能是一块什么物件？冬天时将迄虾炭揢咧顶骹，栽，互你带去厝内，通去捂烧。咱就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就是伫苦难当中，伫患难当中，伫寒的天时当中，迄个人寒要寒死咯，咱摕炭、虾炭、烘啊烧去送互伊，互伊得到温暖。为什么要安尼做呢？为什么要安尼做？为什么要雪中送炭呢？就是着用疼心来对待敌人，对待咱的仇人、仇敌。安尼呢，对待即款的恶人，所以恶人啊，就会将伊已经死去的良心啊，会苏醒起来，互伊明白家己的错误、家己的罪。因为当你用善来对待伊的恶的时阵，伊就看起到家己的罪行，看起家己的恶行，会引发伊一个悔改的心。你若是做用恶来报恶，用牙还牙的时阵，伊的心会搁较短。你若是用爱来对待伊，伊的心会改变，伊也是会变做一个有疼心的人。即款哦，才是真正得胜咯。因为咱若以恶来报恶，就是叫伊相同啊，叫伊无分别啊。吼，伊用歹对待我，嘛是用歹对待伊。吼，那么我是上帝行呢，有啥物特别呢？无特别啊！你信主嘛，甲伊相同，用仇恨代替仇恨，用歹来对待伊你的仇敌，互伊受苦。咱信主的人，若是安尼，有啥物想事啊？有啥物孤人一顿呢？上帝到底改变人，是改变咱什么啊？咱应该着用这个爱啊来改变人，毋是托伊的恶来改变咱，也是成做一个恶的人，安尼就毋对咯。所以主耶稣讲，你若是用这个炭火揢伫伊的头壳顶啊，互伊悔改认错啊，即款的人啊，耶和华要报答你。要赏赐互你，咱就有法通得到赏赐啊。罗马书第12章20节的信息是啥物啊？伊讲咱若互敌人吼，对因家己所做吼，感觉有后悔啊，咱就借着这个吼来以善来赢过恶。用爱来赢过这个仇恨，所以这是保罗的信息。咱毋通互仇恨来赢过去，咱就用爱来赢因。这才是上帝的行哩，这才是这个神国度的价值观。Korea 有一个姓孙的，伊是一个传道人，
当伫1948年，因咧内乱的时阵，因的仇敌啊，走去因迄个所在，杀害百姓，互真侪人掠去，掠去关呢，叫伊意见无同，政党无同意见的人，给掠去关呢，甚至甲伊害死。这个孙牧师伊的两个囝伫厝内，孙牧师叫伊的太太去别个所在传福音，无伫厝内。那么这些人哦，这咧捣乱的人去到因兜，将这两个囝掠去审视这个两人有罪，结果将这两个人给拍死。这个牧师倒来非常的艰苦心，伊若无做啥物歹代志，互人掠去拍死。但是后来这个拍死因家的这个人，互政府掠去，审议的时阵，伊也是着掠去枪决死刑。但是这个孙牧师知影，就去要求叫法官着帮这个人，毋通判伊死刑。我原谅伊咯，我赦免伊咯。但是你将伊放开。真苦劝，一摆搁一摆，用真侪力量去苦劝，去要求，最后将这个放出来。这个孙牧师接受这位青年人做伊的儿子，做养子，诚做伊的勇敢，诚做伊的囡仔，来教育伊、帮赞伊。后来，互伊去读圣经学校。最后成做一个传道人。后来这个传道人也是将爱去传给别人，这个爱直传落去。换等这个牧师，那是用仇恨代替仇恨来对待伊，那是用恶来对恶，那么这个世界就更较乱，更较多罪恶，更较多杀伤。搁较侪人死去，恩恩相报何时了啊？几时才会了啊？用爱才有法人藉做这款的力量来改变犯罪的人，所以内面受到感动，发现家己是罪人，良心发现，然后真心的悔改，归向上帝，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什么款的力量有法能改变仇敌、仇恨呢？就是爱。所以兄弟姊妹，真侪代志咱人做袂到，靠着咱的力量，一定是做袂到。但是，既然主耶稣将来叫咱安尼做，就听你的受调。意思就是，主耶稣袂将人做袂到的代志刻伫咱的肩头顶，叫咱着安尼做，就是着靠着，毋是靠着咱的肉体，靠着咱的本事，而是靠着迄加托我力量的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帮助，才有法人做成这个爱，有法人赢过仇恨，赢过仇敌这项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当中，是毋是有一寡仇敌呢？这仇敌可能毋是啥物杀身、杀父之仇啊，可能毋是真大仇恨的代志，或者是可能伫你的生活当中，互你穿小话，互你真侪头疼的代志，讲你的歹话，甲你冤家常常甲你作对的，这些人可能也就是你生活顶面的仇敌咯。咱要怎样对待呢？做一件好的代志，要行出来，还要行动出来。可能你的厝边，逐摆叫你冤家，你找机会甲伊接触，
用好话讲伊，哦，你的这个查某孙真可爱呐，啊，真古锥哦。讲伊这个阿嬷听到也欢喜吼，啊，有啥物代志啊？不妨你做一间好食的，送去到你厝边，你生日啦哦，哇，我煮淡薄啊，你试摆咧，试摆咧，你将这个行为表达出来，用听心表现出来，用行为表现出来，就会将这个爱会改变受分，将这个你的受敌甲赢过来。诚做你的好朋友，诚做上帝的囝儿，愿上帝祝福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阮人是软弱的，当阮听到你的假释的时阵，阮感觉到阮人真恶做得到，但是这是你的假释，阮是上帝的囝儿，应该着赢过世间人的标准，应该着用爱来赢过受恨，赢过受敌。求上帝帮助阮，阮无迄个气力，阮是软弱，但是阮靠着迄加托阮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才有法人做得到，才有法人胜过受敌。求主帮助，换当阮的在兄弟姊妹当中，伫因的生活内面有拄着即款的受敌的代志。求上帝，你加添予因的力量，加添因的信心，予因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力量来赢过受敌，来听受敌。求主你帮助，阮安尼交托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